避免時段在咧室內無冷氣降溫會掉山，環境部和台南市政府等單位透過科技預警，若陣室內超過35度，就會啟動社會福利關懷獨機老人，而且要全台灣頭一張針對着氣候的保險單，要來守護弱勢時段。氣候的變遷，全球不時出現極端高溫，台灣原來同款，尤其台南地區常常出現全台最高溫。獨機的長輩佇個室內，若無開電風，也是冷氣降溫，較會因為高溫煞掉山。就去超市遐坐一下啊，好小可降溫一下呢，行，對因公司行過安尼。市府也結合環境部酷齡氣候關懷行動，當室溫達35度C，即啟動電話與到府訪視。為了防止社會人佇厝裡掉山，台南市政府甲環境部合作試辦建置控高溫地圖平台，透過 AI 技術預測未來的室內溫度，若室內溫度達到35度以上，就啟動社福關懷。針對5% 的人達到第3級的時候，例如說特別熱的時候，就是36度，就升級加強關懷還有訪視，所以這個是完全針對這個用科技找風險，用人力來送關懷。除了前陣將高風險對象，有保險公司推出全台頭一張高溫保險，7月開始佇台南試辦，保費由銀行基金會公益支出，以中低收入長者等人做保障對象，至少3萬外人受惠。環境部嘛，個視野擴大到都市內規劃，讓民眾出外行有樹蔭的路，提供長者等族群較舒適的出外環境。我們希望說，一個縣市都至少能夠提出10條的遮陰路線。那這個遮陰路線上可能有公園，可能有學校，可能有停車場，那串聯起來就是一個所謂遮陰路徑，這個是民眾非常需要。針對都市內規劃，環境部希望在年底前會當推出都市實在維護發展法，確立全國有同款的公共實在甲綠地養護的管理標準，確保公共實在設置甲養護工作。記者綜合報道。